統計局亦公布06年本澳產業結構變化。06年本澳所有行業整體嘅生產總額較05年增加25.7%，其中以建築業嘅表現最為突出。06年澳門各主要行業嘅發展理想，其中以建築業、銀行業、租賃同商業服務嘅表現最為出色。所有行業整體嘅生產總額較05年增加25.7%，增加值總額亦都上升25.2%。其中以建築業嘅表現最為突出，生產總額同增加值總額嘅升幅都係各行業之冠，分別係88.8%以及91.4%。而整體僱員報酬嘅增幅係28.7%，較生產總額同增加值總額嘅升幅為高。其中以建築業僱員報酬嘅升幅最高，達到89.7%。其中工業同建築業等嘅第二產業佔本地生產總值嘅比重，喺05年止跌回升之後，06年更加進一步上升到18.7%。而批發零售、運輸通訊等第三產業佔本地生產總值嘅比重下跌3.6個百分點。